珠海市中心325房大平層，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遙不可及，不過對於董事長嚟講濕碎啦。專梯入戶做翻5房3個衛生間，入戶員嗰位兵分兩路，客廳到廚房足足25米長度，客廳足足60個房，朋友仔咧嚟晒屋企都夠晒舒服啊！而且唔單止闊落啊，望翻景觀都非常之靚啊！望翻海景同埋港珠澳大橋嘅景觀，依蘭中山石油呢啲咧叫豪宅咯。客廳過嚟再係我哋私廳啊，做多高層房或者做翻我哋吧台，時不時咧同你燒錢啊，非常之舒服。飯廳過嚟咧就我哋腰住嘅大廚房啦，廚房5件套配備到位，一日煮完9大簋，望翻板張山嘅景觀，生活氣質咧足十足啊！另外呢邊咧就我哋3間房啊，3間房咧都有山景嘅景觀啦，方方正正。呢邊咧長輩房係做埋我哋一個套間設計嘅，帶埋乾濕分離衛生間啦，爹哋媽咪住翻呢度望翻山景，呢啲係嘅享受生活咯。另外保姆房咧，我哋就唔遠啦，只要睇翻呢個休閒娛樂室啊，做翻電影室或者做翻我哋客房咧，都完全冇問題。主人房做到成個總統套房咁啊，浴缸咧都帶埋俾到我哋。另外呢邊咧做翻書房或者阿嫂衣帽間咧，完全足夠。整體咧非常之闊落啊，睇海而唔近海啊，望翻咧港珠澳大橋嘅景觀，打颱風咧都完全唔使驚。現時有手唔單止咧只有呢個裝修標準啦，亦可以根據你個人需求開發商咧幫你定製裝修嘅。如果中意嘅話，下邊留言我發詳細招俾你望望啦。